千年數十提十二節，用講啲係講一心中里要鬧，為隔人發生相吵，唔冇要鬧，因為到鬧為發生問題，係心中對呢個愛有隔一個揸hết，係咁每一個嘅心中變唔為鬧，所以心中里。愛，你阿妹嘅愛呢，就係要耶穌基督嘅愛充滿落自家嘅心中，因為到呢一個馬太福音22節咁樣講設家啲，設家對於人類嘅上下，呢就係上帝嘅命令，設家對於人類每人都學，每一個同心，每一個不壓，設家。要鬧，即係要耶穌嘅愛嚟對付佢，係耶穌嘅愛，即係個心中度相信人良，又相信妥協，又相信上帝嘅福，所以呢個見節告白即係心中唔冇要鬧都會發生相吵，發生問題，愛都要揸得熱切嘅發生，阿門。